怕，你不用怕扎。顶着烈日高温，小朋友们卷起裤管，赤着脚在水田中弯腰除草，体验农民们插秧种稻的粒粒皆辛苦。是这样除草呢，我们要拿一根竹竿，用我们的双脚来除草。虽然我们手呢拿着竹竿撑住我们的身体，用脚跟手部客家人一样他们的手在根毛旁边做一个搓揉。如果有杂草的话，就把它压到我们的土壤里面。原来客家人的除草方式南北有别，南部人站着用脚除草，北部人则用跪着爬行除草。来，跪下去吧，跪下去吧，没关系，大胆的跪下去哈。只见小朋友们在田里头玩得不亦乐乎，一个一个都变成了小泥人。是踩下去的时候，就是觉得就是陷下去就觉得软软，那有时候感觉就踩不到地。以后还会想要当农夫吗？不会。客家的一些传承，感觉说这一段都流失掉了嘛，也算是认识一下基本的客家文化这样的。趁着暑假，不少家长带着小孩参加台北市客家委员会举办的水稻玩乐营，想让都市丛林的小朋友们了解上一代客家人的刻苦以及辛劳。大家都在割稻子，有没有觉得全身很热？有，那你们还记得流了全身汗的客语要怎么说吗？流鬼神汗。流了全身汗的客语呢，就是流到鬼神汗。流到鬼神汗。在田里头又是插秧又是除草，大家已经迫不及待，一人一碗米苔木冰。当一日客家农夫，小朋友们都说，原来真的很不简单。上课喽！流的鬼神汗，流的鬼神汗，流的鬼神汗。